哪里的人？是的安德，他是安德的嘛？啊，他们一个庄队有30多个人。我说小钱是哪里的人？这是安德皮安德的。安德是皮的呀？啊，安德的，安德镇，安德镇的。啊，他和永吉是一起的，一组一起在一起的。我说小钱老家是哪里的？小钱老家，他们都说是羌族的嘛？这个没注意问的。他说他跳舞的地方好像是啥时候？哦，这烧了吗？那个是鸭脚吗？不是哦，这小钱的嘛，就安德就是了嘛。安德是郫县啊，他老家是鸭脚嘛，他做烧嘛。鸭脚呀？我也不知道，没问那些。这个我小钱这个我不是很清楚啊。跳得好就可以。做完茶没啊？打完来吧，再来一个什么？老大现在可以吗？再来一个，再欢迎一个。再跳个请个酒嘛，这里面要喊叫他跳请个酒。他一点点。你想跳什么？肚子有点湿，你给我抱太久了。他们想让他跳请个酒。德萨尔王，请个酒。哪个？德萨尔王哈。德萨尔王。哪个？德萨尔王哈。跳错了。
小人都有流量。非常好。咱比较小钱了。不要来第二次哈。好嘞，没问题。没问题啊。没问题，把你的款。因为你现在没有吃任何东西。果然他们都 NG 没有，我们这边没有 NG， 就是一镜到底。没下雨了，还是要跳小点的。第一个跳小点，你这样跳吧，小吧。太大了，再跳小一点。哦，可以。这声音确实有点大啊。这个跳了还有这个几分钟，5分钟左右。10分钟左右。后面有3个保镖，后面有3个。来抢人走了。啊？我们来感人了。下不是什么的。前个计生跳的太多了，我还有几个前个计生都不想杀了。有点跳都把人都吸引过来了，都全部今晚同学来耍来了。其实我这里作品里面还有枪堂之子，明天我发一个枪堂之子的作品。枪堂太多了，开头的。枪堂就是枪堂三兄弟嘛，枪堂之子嘛。对，枪堂之子我没怎么发，没发。不是红包那些搞了，还有吉祥祝福，太多了。我还要那个直播的，周末拍了他们。左边腿拉伸。包子可好吃了，真的，我是那种渴望的眼神。好可怜啊，是不是？好凉快，吹的，好凉。下雨降温的嘛，明天还是27度。是闷热。差不多吧。完美，完美。请喝酒了。最后走之前喝点酒。我们4个人都来了。我也准备走了，吃饭，4分钟回家。小钱来几万，小钱看来要几万。几万没有？明天要来。找勇气。